歡迎收睇巴士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阿筆。我哋今日講嘅巴士係新街 K310 UD 營地地台巴士 ASU 2，車牌號碼係 NE6817 ASU 2於2007年3月中運抵本港，與 ASU 1一樣。ASU 2同樣採用廢氣再循環技術，其機械配搭與 ASU 1完全一樣，但 ASU 2車身沒有披上歐盟4型巴士自家廣告，只是在左右兩邊車身貼有2008字樣，感覺與一般地台巴士平平無奇。ASU 2上牌69X 先只係5個月，於2008年7月12日起改掛104線，接替改掛69X 線嘅 ASU 1。ASU 2曾經行走嘅路線有104、12A、6A、118同69X。而家就等我哋睇下 ASU 2嘅詳細資料先。多謝收睇我嘅節目，拜拜。